现代台语版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，灵性已经死。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，顺服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现在伫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。其实阮以前嘛拢甲遮个人共款，趁本性的欲望生活，照家己肉体的私欲甲意念伫行动。阮甲其他的人共款，注定受上帝刑罚。毋过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用极大的慈爱疼咱。伫咱还伫背逆、灵性已经死的时，伊互咱甲基督做伙搁活。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。通过咱甲基督耶稣结合，上帝互咱甲伊做伙搁活，伫天顶做伙掌权。伊安尼做，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，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。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都袂当夸口。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，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所以恁才会出世做外邦人的，着为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，就是用手伫身躯行割礼的犹太人，叫做无受割礼的人。恁迄时甲基督无关系，无属上帝的选民，无份伫上帝应允的名约，伫即世间无仰望，无上帝。毋过，恁才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现在靠基督耶稣，通过伊的死，已经甲上帝亲近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，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，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，消除因中间的敌对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互所有的人，包括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。通过基督，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。所以，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，毋是侨民，是甲上帝的子民偏偏做国民，做上帝家内的人。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，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。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，渐渐扩大，诚侪圣的殿归属主。恁甲伊结连，靠圣神的帮助，嘛做伙受起造，做上帝徛起的所在。